你好，我係鄧強慶。2026年5月4號，我同老婆繼續瑞士留心之旅嘅第二天。留心係留心城啊！善用酒店提供嘅免費交通卡，就可以免費搭巴士啊、電車咁樣，我哋就可以好輕鬆咁樣穿梭喺各個嘅景點之間。首先去登上壯麗嘅龍山，俯瞰呢個雲海，跟住咧前往莊嚴肅穆嘅獅子紀念碑，感受一下歷史。傍晚時分漫步喺古老嘅城門圍牆，喺夕陽之下咧俯瞰成個嘅流心市。最後以一頓地道嘅瑞士芝士火鍋作為特色嘅晚餐，仲認識咗呢間餐廳嘅老闆娘。原來係一位越南嘅華僑嚟嘅。